我決定咗嘅嘢一定要做到。我係 Lina， 我之前喺演藝學院修讀舞蹈係 musical theatre dance 嘅。當其時我嘅夢想當然係成為一位最 top 嘅 dancer， 可以喺紅館嗰度幫一啲歌星去伴舞。呢個理想達到之後，其實好興奮嘅第一次嘅時候。咁但係慢慢因為即係循環式咁樣咧，就冇咗當初咁強烈嗰個感覺咯。因為主角始終唔係自己。我覺得如果長遠嚟講咧，我希望揾一種舞蹈咧，係真係我由心底裏邊好熱愛嘅。我第一次接觸肚皮舞嘅時候啦，我嗰陣時去咗北歐芬蘭做交流生。原來肚皮舞係咁古老同埋咁有歷史嘅一種舞蹈。咁我自己本身咧都好中意佢哋呢啲文化嘅，咁所以就更加投入咯。另外最重要嘅咧就係咧個主角係我自己。當你甚至表演嘅時候咧，一個肚皮舞嘅 dancer 通常都係solo。最後就係我決定咗要去中東再進修我嘅肚皮舞咯。當初都係一個幾大嘅決定，擺低所有嘢就走啦，就冇諗咁多翻到嚟可以再點樣做啊，或者點樣發展。而且當初去嘅時候都好驚，我記得我第一日落機嘅時候，其實我係喊。翻到香港，我決定投入肚皮舞嘅發展，希望呢個成為我終身嘅事業。其實跳舞我不嬲都冇諗住要有咩野心啊，淨係為自己咯。而家咧，我對肚皮舞有一個使命感咯，即係有個目標就係咧要多啲推廣呢個舞蹈，俾多啲人知道咩係正式正宗嘅肚皮舞咯。而家肚皮舞咧越嚟越受歡迎啦，咁即係證明我當初嘅選擇係冇錯嘅，忠於自己嘅夢想，最後咧都會揾到屬於自己嘅舞台。